给师傅怎么做啊？因为啊，体育的OK，就是拢无好啦。啊，有一寡较有钱的人，啊一寡拢是迄个色产人哦，拢都爱甲迄地主租土地，租土地，啊，迄土地是安怎呢？伊安尼地土哪来哪去啊？哦，啊，贵到哦，迄个色产人。有诶哦，伊讲是讲一当时就爱3000斤尺啊，还是5000斤尺啊，啊话安尼烧拼，我做较济，伊去做较少，安尼生活上吼真歹过。啊，迄个所以吼，迄公务了吼，迄个担心一直在提这3期末减租。迄3期末减租是安怎来呢？因为吼。你这土地，互你种，是当着爱3000斤，还是4000斤的尺啊？啊，因为较早的产量拢无管啊，普通的尺啊产量都差不多到4、5千斤尔。所以吼，你这些人，啊，辛苦的经营出来，几尺啊，迄个，迄款啊，做切啊吼，拢是互地主啊，地主收去啦。收去的时哦，即摆这些人是讲煞回来要食啥？回来要建会寒期啊，长牛啊，所以食寒期啊。较早的人拢食寒期过日呢，哦，有迄个3顿。煮饭啦，不管米，啊鸡皮啊，这个都好难食。哦，啊这啲啊食火鸡来食，啊大人食啥？食番薯吃。你番薯吃是我就是那你卖我一斤30块50块的番薯吃的，因为番薯吃是安怎？正经的，啊收起来。啊，即摆规个做一个落去做，咱就带番薯啊吼，带番薯，用起来相当上手，用手来抓到你啊，抓了都不，我这里啊你气，还是要直接带哦，所以过来的时阵哦，番薯吃就是啥，旁边有低价、无价、人价。拢是代表拢是同一个厝间内底番薯车厝里啊，番薯收了啊，即摆来开始食番薯车。这番薯我自己头拍落哦，拍落起来哦，即摆现在会转成功，番薯车会收啊。你政府了来到食呢，啊无家父家弟做伙食，你番薯车就是讲你饲猪的啦，啊人你食的，那是番薯车。啊，我到尾啊了后哦，是这3期末减租，3期末减租就是讲你的土地偌济。上市，了后就提供你迄个租金，会使375，咱持有选出哦，375村呢，迄农民才有，即个年龄人加减啊60米。啊了后，进一步，3期末减租了后，基本是真的有7年，并且有1年，土地放领，土地方面，政府拢做给他，这
地主的土地，你就会使留2、3甲的，所以拢袂使。哦，啊收来放领互迄做工人，啊，互做工人吼，你徛，你甲豆豆啦，3担5担10担了后，这土地就归你的。所以以后大家得平均财产拢较平均啊。台湾的经济拢是遐起飞的，啊是做工人吼，是足辛苦，怎啊？你生活者吃啊，这个做你爱肥了，哦，这个政策你若无肥了，就袂个啊，爱肥了，哦，咱笑是水讲袂笑的，我拢是连村行靠一个。连村人就是李连村，是后壁了。即阵做粮食市长，粮食局长，台湾规个迄个粮食拢伊咧控制。即个做市人咧爱肥，即阵我肥了，无咧存，分类。台湾城政策啊，一直分换肥转来。100斤斤啊，差不多500块钱。迄个吼，做事人就无法度，我嘛是安尼，就爱过啊。咧，才有法度咱咧粮食安全的生产，人民才会当安居乐业，即个自责任啊，才有法度来做维持。迄做咧公告人员，拢是用配置的啊。哦，迄个毕业时，你的薪水以外，配置费，公告人员，即个比咱拢较平常啦，迄个拢是有去控制。这连李连春小花看台湾迄个做农业经济吼。做发达，大家拢袂去交做发展，哦，所以哦，如果较早这个老兵，哦，真辛苦，拢互因领，即摆农民就是较早农民，就是咧足辛苦，趁钱来做事来互这人，安尼。政府来提一寡，或者农民老农，我给他一个真正，这是应该，这无过头。哦，因老兵为了国家，这农民嘛就为了国家，所以食了啊，即摆经济较歹，经济较好啦，吼，伊不爱经济较好，做起来经济较歹，所以有些老农真正。互伊咱回啊，回去，5000块，即摆领到1000块，哦，是安尼来。另外，咱过一个，我唔知，我讲咩代志无？